再来看，伫台北市消息，台北市为昨开始伫大家和平公园有设立车内所的体检站，乡亲只要坐这个防疫包括这个交通工具，也是讲防疫车去到现场，就会使伫车顶接受体检。啊，想袂到昨有一个来遮体检一个女性，因为不满采检所的采检方式，采检所出手拍这个采检所的手骨，双方一个起冤家，后来双方拢无要过，不过警方已经要求双方到警察局去说明。 免落车坐伫车顶，就会使完成采检。台北市府便民服务，未少民众拢坐防疫客停车到场，对采检的规个流程拢真肯定。经常受检，比我自己在家里晒的，我还弄5次，他这边没有。其实跟平常没有什么不一样啊，不会特别不舒服，不会啊。虽然评价真正面，不过前一天启用的是采检人员和民众起口角。 车内所体检站总伫台北市大家和平公园正式上路，有一位小姐坐防疫客停车到场，可能是采检的角度一定唔对，防疫人员摕采检棒连续拄几摆，要是无法度采到有效的样本，后来直接掠对方的红棍啊，互小姐感觉伊真无尊严，即采检线都掠采检人员的手，搁甲拍，造成双方逼出口角。 遐客员警到现场，采检人员讲伊无着伤，无要甲告。不过警方要求我通知书，请伊来说明，因为这位小姐的做法有可能涉嫌违反医疗法第24条。为着保障就医安全，任何人袂使用强迫、威胁、恐吓、公然侮辱，或者是其他非法的方法来妨害医疗业务的执行，啊无相当的罚款5万块。